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云南文山欢迎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九妹小美。在刚刚结束的2022丝路云商七彩云南的昆明民族时装周上，来自云南各个州市的民族华服真的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作为本次文山专场的顾问，九妹亲自参与和见证了这场盛会。接下来我将会分2个篇章带大家一起解读这些作品背后的内涵。首先说说文山的专场指尖历程。这个作品由苗族设计师王敏和博雅民族的杜坚老师共同创作，他以指尖描绣的变迁为灵感，讲述了民族服饰的蝶变故事。走秀主要分为3个篇章：远古记忆、时代蝶变和时尚之路。第1章为我们带来了由文山苗协会收藏的经典传统苗族古装，它采用纯手工麻布、蜡染和刺绣制作，古朴大气。5000年的大迁徙，5000年的血与泪。作为古老的蚩尤9黎之后，苗族发源于黄河长江，如今分布在世界的4大洲10多个国家，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民族。苗族的女人以指尖挑绣历史，将苦难化成了美，记录来时的路，指引前进的路。因此，苗族服饰也被誉为穿在身上的史书和最美的少数民族服饰之一。第2章时代蝶变主要讲述了随着新中国成立和时代变迁，国内苗族终于停止了大迁徙，开始安居乐业，而文山也成为了苗族走向世界的最后一站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文山是三七的故乡，拳王的故里，彩云上的边城。高原的边疆地势给了文山的民族文化独特的保护伞。文山苗族服饰用色大胆，变化灵动，或许正因为走到了祖国的最南端，所以这套服饰史书上也记载了国内苗族最长的迁徙史，极尽华美。文山苗族也会吸纳不同的文化和新的理念，不断创新服饰设计，让每一年的花山节都能新款迭出，百花齐放。第3章时尚之路则讲述了文山苗族积极学习时尚精神，将传统的苗绣融入日常生活之中。这片只见孕育的百花园，也将在一带一路的桥梁上铺设时尚的花路，绽放古老的东方之美。设计师王敏将热泪张扬的苗绣和含蓄温婉的旗袍进行融合，迸发出了无限张力，衬托出了新时代女性的热情、典雅、大气。为了能让更多人感受民族非遗的魅力，这次还将创新设计的麻布苗绣抱枕带上了时装周的舞台。主持人当场就表示想要一个同款苗族有苗药，那么我们用我们的苗药呢，把它做成苗药的枕头，包含安眠的枕头，包含我们的妇警的开车用的那些枕头，我们都在做。我看孔静看的是两眼发直，是不是很想要，很想买？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实用，而且是不是它同时兼具了装饰性和功能性。还有我们苗族最传统、最原始的麻，现在的麻呢是属于工艺麻，而不是像别人所说的那种直毒的麻，我们这是脱毒的麻，就是国家相关政策允许的，这是我们苗家特有的这种有很多种功效的，有喜欢的朋友都可以到我们的相关的平台上做了解。当然，这些新品才刚上线，后面大家想要 get 的同款，可以及时关注3苗网、敏诺和九妹更新的动态。我们的民族以指尖挑绣历史，一针一线都在大山深处熠熠闪光，那里蕴含着古老的文化基因和久违的心灵家园，等待着世人与它穿越千年的重逢。它用美丽回答着一切，我们用爱和传承延续这份生命最原始的悸动。